各位觀眾你好，我係覺星報道團紐約事工總幹事陳志牧師。我今日好榮幸呢，有機會係訪問到我哋一位喺職場事工裏邊好有創意上相當有經驗嘅一位姊妹，又係長老嚇。咁佢而家呢係職場使命創辦人同埋總裁。咁就係佢嘅名就係叫孔雷漢卿長老。我相信好多人都認識佢啦。我都認識咗 Elaine 超過10年噶啦，咁好感恩今日有機會能夠訪問到佢。咁佢今日帶嚟俾我哋一個好有衝勁嘅一個特別嘅宣佈，有關一場好重要嘅呢個大型嘅聚會嚇，咁叫做全球工作信仰日。咁將我時間交俾 Elaine 同我哋解釋一下係點知為之一個全球工作信仰日咧？咁個來源係點咧？同埋點解要咁做嚇？將時間交俾你。多謝陳牧師，好開心角星同我哋一齊嘅合作。首先，我介紹一下我嘅背景啦，點解會辦呢一個全球嘅工作信仰日？咁其實我咧係一個理工女嚟嘅，香港出生長大咁樣，有一啲好唔尋常過去嘅經歷啦。但係信咗主40幾年，工作咧30幾年，在工作裏邊，我覺得有乜嘢比我哋嘅信仰更能夠幫助我哋能夠去經歷神同埋服侍神嘅咧，讓我哋嘅信仰能夠在工作所有嘅規劃與人相處，能夠活出我嘅見證咧。哇！所以我就響1996年創辦咗呢個 Call to Work 職場使命，已經差唔多30年咯。Call to Work，神唔單止呼召陳牧師做牧師，同埋好多嘅宣教士做宣教，我哋每一個工作者，包括我哋嘅家庭主婦，都係有神呼召我哋去工作噶。點樣喺我哋嘅崗位裏邊活出我哋嘅使命人生？所以我呢30年嘅事工，特別在我33年工作之後退休咧，咁呢幾年特別仲加多嘅去培養好多嘅工作者，點樣能夠將信仰活在工作當中。所以我就諗啦，我哋唔係應該有一日能夠去特別慶祝工作嘅咩？我哋有父親節、母親節，有兄弟姊妹節，而且有 Pizza Day、Donut Day，有 Pets Day 寵物日。咁我哋係應該有一日係能夠去慶祝我哋嘅工作呢？因為神好看重我哋嘅工作。神呢，其實係第一個工作者，係咪啊？由創世記，神用6日，第一個工作者創造一個宇宙萬物，咁亦都讓亞當夏娃去管理神所創造嘅。同樣，我同你都係被呼召，在我哋每一個嘅崗位上去活出我哋嘅職場使命。所以咧，神好關心我哋嘅工作，神而且亦都要好祝福我哋嘅工作，而唔係一個成功神學嘅祝福，而係一個真係在工作裏邊唔係單打獨鬥嘅，唔係將耶穌擺響教會，留響屋企，或者關響我哋嘅辦公室嘅外邊嘅，而係將耶穌基督，好似我響工作33年裏邊咧，都有辦公室有個空嘅位啊，係留俾耶穌坐嘅。咁當然耶穌唔需要呢個位啦，神耶穌基督係一個靈嚟噶嘛，佢係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嘅。只不過有呢個空嘅位置咧，讓我被提醒啦。我唔係單打獨鬥嘅，我係與神同進同出、同工同行啊！實在奇妙啊！我哋基督徒係好蒙福噶，所以我喺工作裏邊咧，神係好與我同在嘅。神係我嘅大老闆喎，我時常同神係有1對1嘅。我哋唔會揾到一個更好嘅老闆，比神更好噶啦。所以神係我嘅大老闆，我公司咧付我嘅薪水啊，真係最好嘅安排啊！咁所以在呢30年裏邊咧，我係好看重職場門訓。我哋好多時有教會屬靈嘅門訓啦，點樣去帶查經講道教主日學。我亦都教咗兒童青少年主日學搞30年喎，我係非常熱切去幫助祝福下一代嘅。咁除咗屬靈教會嘅門訓之外咧，我哋亦都有家庭門訓喎，點樣做家庭裏邊建立一個榮神益人嘅婚姻啦，
親情領袖啦，父母親點樣下一代啊，點樣做一個孝順嘅兒女咁，呢啲係家庭門訓啊。咁我哋更加同樣重要需要咩呢？職場門訓啊。所以我過去呢幾年嚟教咗2000個付費嘅註冊嘅學生，全球嘅響線上，因為疫情咧，讓整個世界縮細咗啦。咁變咗呢2000個學生裏邊咧，有50幾位咧係願意加入呢個職場使命 call to work 做童工啊，自願童工啊，嚟到去同一個體驗，在無論課程裏邊做主持人，係小組長，定係響我啲書，我哋有9本書做有幫手嘅翻譯啦，或者係文字工作啊，或者 AI 一啲嘅應用啊，都有各方面嘅服侍，有50幾位嘅導師。咁而呢50位嘅導師咧，亦都用我哋呢9本書好多嘅視頻啦、文字啦、各樣嘅工具，教咗1000個學生啊。所以我哋希望能夠好好嘅慶祝工作信仰日，讓我哋更多嘅學生、更多嘅員工、更多嘅家庭主婦、所有嘅工作者能夠被祝福，有一個職場門訓，有呢一日係每一年嘅5月1號，就係世界全球嘅勞動節啦。咁我哋美國就9月初啦，咁但係其實全世界都係用5月1號啊。咁我哋就決定咗用5月1號，由今年開始，做第一屆嘅全球所有教會嘅歷史一個里程碑啊，能夠用5月1號加落我哋嘅 Christian calendar，喺我哋嘅日曆裏邊，每年嘅5月1號咧就係全球嘅工作信仰日 （Global Day of Faith at Work），讓我哋更加清楚原來神好關心我哋嘅工作，原來我哋嘅信仰同我哋工作嘅融合係非常重要嘅。按住我頭先分享我自己嘅經歷啦，同埋呢2000個學生裏邊有好多嘅見證，從本來以為返工咧淨係為咗謀生嘅，一日3餐養家，咁呢個係重要嘅。但係其實咧，仲重要嘅就係除咗工作得到薪水之外，我哋仲係一個呼召，係一個使命，活出神俾我哋嘅職場使命。睇到響呢個工作裏邊，我嘅熱愛係乜嘢呢？我嘅恩賜係乜嘢？我有冇用得到在呢個工作當中？然之後響工作裏邊呢，有冇真係做好美好嘅見證啊？係冇人哋睇到我，無論我嘅溝通嘅待人處事啦，我嘅表情、語氣，或者我解決工作各樣嘅難題裏邊咧，有冇一個所謂嘅基督嘅樣式咧？咁其實神真係好祝福我哋，我哋基督徒係好蒙福噶，即係我哋唔係單打獨鬥嘅，係有神一路。我33年工作，睇到神嘅出現介入，幫助我解決各樣嘅人事物嘅難題咯。所以就係5月1號，我哋一齊嚟到慶祝呢個全球嘅工作信仰日，能夠讓我哋嘅每一位工作者、家庭主婦，所謂教會裏邊嘅99%啊，1%咧係受身於教會啦，宣教士啦，咁其實99%咧都係我哋所謂嘅平信徒啊，咁其實唔係咁平常嘅信徒喎，我哋其實係能夠靠着我哋嘅信仰咧，在工作裏邊做一啲不平常嘅事啊，因為我哋靠着神嘅聖經啦、話語、神嘅聖靈啦，幫助我哋喺工作裏邊點樣處理好多根本靠人係做唔到嘅事啊！咁我自己經歷啦，亦都在我啲書啊、課程咧，幫我啲學生同樣睇到佢哋生命嘅改變，唔單止淨係靠自己嘅能力，而且更加提升佢哋嘅屬靈恩賜同埋佢哋嘅軟實力，各方面嘅領導力嚟到去在工作裏邊活出呢個見證。譬如我哋犯錯咗啦，願意有勇氣話對唔住，我啱啱誤會咗你嘅意思啦。譬如我哋有被人哋欺負啦，咁我曾經有一啲嘅例子啦，我係理工女，咁響呢啲高管嘅環境裏邊啦，而且係高科技啊，好多係白人啦、男仔，咁我可能被所謂小透明啊，唔係太注意我嘅存在啊。
咁譬如我開會啦，咁我同神咧做咗一對一，我話啊呢個 idea 唔錯喎，我想建議俾大家。咁開會裏邊我就提議咗呢個建議啦。啊，講咗之後咧，好似冇講一樣，一聲都唔出，即係當我唔存在啊！估唔到幾秒鐘之後咧，另外一個高大嘅白人同事叫 John 啊，又再講同樣嘅主意喎。咁啊，John 講完之後咧，全個會啊，20個人啊，開會裏邊，哇，John 啊，好主意喎，good idea！哇，如果我唔係基督徒，或者我突然間靈性低，或者我淨係有我嘅老我咧，我就嬲啦，鬧人啦。我啱講你冇聽到嘅咩？你聾嘅咩？真係好負面嘅，可以係低情商啊！但係感謝神，我咧就同神一對一啦。我話神啊，我應該點做咧？咁我話啦。誒，John，多謝你贊同我個主意喎，我哋一齊嚟將呢個主意做好，讓我哋嘅團隊咧能夠更有好嘅貢獻。哇，所以咁樣就係一個例子啦。我哋喺工作裏邊，所以我其實過去咧，除咗響 Cornell、Princeton 大學畢業啊，同埋研究院之外咧，我有好多嘅高管培訓啊，公司送俾我去好唔同好多嘅長青藤高管培訓。咁其實咧最重要係神嘅話語啊。所以當我哋有咗呢神嘅話語，有咁多嘅經驗咧，就將我哋嘅信仰活出嚟啦。咁所以我哋5月1號能夠鼓勵大家一齊隆重推出第一屆嘅全球工作信仰日，係我舊年咧同洛桑同工建議啦，咁佢哋好中意呢個想法，咁結果咧，我舊年響韓國，你知道啦，陳牧師有第4屆嘅世界洛桑大會係嘛？嗯，響9月嘅時候。咁所以我就喺嗰個大會裏邊咧，就介紹推出呢一個嘅全球工作信仰日，係全球所有語言文化 Global Day of Faith at Work，亦都喺我哋個網址上咧可以睇到中英對照所有個內容啦。究竟我哋做啲乜嘢咧？點解要有咁樣嘅活動咧？就係因為我哋想更看重我哋嘅信仰同工作嘅融合。globalfaithatwork.org，讓我哋睇到5月1號啱啱今年咧係星期四，咁你知道每年5月嘅第一個星期四，亦都係美國嘅 National Day of Prayer，所以咁啱就同一日，好感恩啊神俾我哋嘅恩待我哋咧，就同樣5月1號星期四一齊慶祝呢個全美國嘅禱告日啦，同埋全球嘅工作信仰日一齊。咁將來咧，每年都係5月1號噶啦，無論星期幾，所以今年係特別。咁我哋目的讓大家能夠真係基督嘅子民團結在一起，藉着禱告啦、慶祝活動，讓我哋喺職場裏邊咧點燃有基督嘅愛，能夠透着上帝美好嘅豐盛同埋愛咧嚟到去改變生命、職場同埋社區。咁呢一個月嚟咧，有好多嘅機構訪問我啦，有10幾個啦。咁其中遠東廣播係最早嘅，咁佢哋訪問咗之後咧，就會有4月一路陸續嘅有節目，譬如真愛住我家去放出嚟啦。亦都好感恩喎，我哋已經有50個嘅合作夥伴啊，包括神學院，包括啊。我哋嘅角聲同埋好多嘅福音機構宣教機構，有企業啦，有公司，亦都有教會。啱今日已經有50啦，我哋會超過50嘅合作夥伴一齊嚟到去推動。咁有英文嘅啦，有中文嘅，所以你睇到我哋網站咧，其實係有中英對照啊。因為我負責嘅，所以我亦都好感恩。其實我哋過去呢幾年嚟咧，因為好多嘅職場事工已經唔係一個活動啦，係一個運動啊！咁亦都有好多嘅翻譯，將職場神學嘅內容咧翻譯成為中文嘅，所以好奇妙，估唔到原來神就係讓我哋翻譯咗，能夠藉着今日5月1號能夠去慶祝噶。所以我哋邀請大家一齊響5月1號咧當地任何時間嘅12點到1點。亦都可以係其他嘅時間1個鐘頭嚟到去用到我哋網站裏邊嘅內容啦，有英文、中文嘅，包括一個1分鐘嘅視頻，好短嘅，有英文有中文，好激勵人心嘅視頻。然之後有工作者嘅禱告，有工作者嘅詩歌。咁我哋整個主題咧就係工作即敬拜 （Work
as worship，所以我哋所有嘅內容都係從工作者嘅角度噶，就有禱告詩歌啦。咁前面嗰15分鐘，跟住咧就有30分鐘咧，就係去聆聽宣讀聖經即場行，能夠宣讀聖經啦，有工作神學嘅聖經注釋，一齊去明白，有啲討論。咁跟住咧就有10分鐘嘅差派工作者進入職場領域，其實亦都係一個宣教工場。咁呢10分鐘裏邊咧就差派每一位，所以我哋平時都會差派牧師啊、差派宣教士啊、短宣、中宣、長宣，但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個基督徒都係一個全職嘅宣教士，所以我哋係要差派進入呢個職場嘅領域，其實係一個宣教工場。其實咧，Billy Graham 牧師咧有講到啊，佢認為下一個神偉大嘅行動同埋作為咧，就係要藉着職場裏邊嘅信徒嚟到實現嘅。咁我自己認為咧，其實職場裏邊嘅所有位工作人咧，其實係最大嘅宣教精兵，亦都係最大嘅宣教工場，係所謂嘅 UUPG 啊，Unreached People Group，係未得到嘅人民啊，係牧師入唔到你呢個工作環境嘅，我哋就係呢一個嘅環境裏邊嘅宣教精兵啦。我哋咧係我哋同事可能唯一讀到嘅活聖經啊，藉着我哋頭先講到嘅見證，我哋同其他人唔一樣，我哋有恩典、有愛去對待人，能夠願意道歉、謙卑嘅，我哋亦都有智慧，能夠將工作做好嘅，活出基督嘅樣式。所以呢啲都係吸引人哋，讓我哋睇到同其他人唔同嘅。所以我哋係唯一可能同事能夠讀到嘅活嘅聖經。所以求神幫助我哋，在呢個職場裏邊做一個有效嘅、有見證嘅、全時間嘅職場嘅宣教士。所以5月1號我哋一齊就慶祝。咁最後嗰5分鐘咧，就係能夠做一個禱告啦，將信仰工作融合，咁就係1個鐘頭嘅慶祝啦。咁歡迎大家呢一日嚟到參與。咁我哋嘅機構咧會有24小時中文嘅 Zoom，所以你每一個鐘頭入嚟咧，都有一個主持人幫我哋去帶領呢個鐘頭嘅慶祝，有國語嘅啦，就歡迎大家。所以呢個係我哋嘅意願同埋計劃。好多謝Elaine，我你一氣呵成，你真係好有負擔，好有意象，所以呢可以一口氣可以將咁重要一樣嘅事工咁清晰嘅同我哋講解下，就係睇到上帝點樣祝福你嘅事工，所以我都為到你感恩，求主帶領你嘅使命，帶領你前面嘅道路，使更多人蒙福，更多人願意係投身喺呢個職場宣教呢個咁嘅概念裏邊，真係用每日嘅生活係工作唔同嘅環境裏邊見證榮耀嘅主。我哋多謝你接受訪問希望呢次5月1號呢係一個榮耀神嘅一個時刻，係我哋真係能夠弟兄姊妹一齊同心合意，為咗呢件事，為咗呢個 event 嚟去祈禱、去祝福、去帶領更多嘅主內嘅弟兄姊妹一同加入呢個運動呢個行列裏邊，能夠真係將我哋職場嘅呢個使命能夠完全嘅達成任務。我哋感謝你接受訪問，願神祝福你。多謝陳牧師，多謝各星嘅合作。